带去读唐诗。列李错，作者明高。梧桐相台暖，鸳鸯会松树。惊呼贵顺乎，下生亦如此。波澜誓不起，妾心情重视。简介：伫谈论这首诗的进程呢，真正有这个必要代替作者明高讲几句的公道的。自从推动民主自由、男女平等的运动以来，这首诗呢，就被讲成是北国封建男尊女卑的故事，被真侪新史的人士呢批评得个一文不值，请大家唔通忘记，诗就敢若像一个真侪面的传授。诗是浓缩的语言，更加有真侪文字甲着照笔。如果你若是照字读字照本宣科，你就无可能意会保留诗的这个真谛。明高此人贫困潦倒，好不容易呢到46岁才进士来及第，然过呢，伊的仕途感觉是一波三折，所以呢，有一句的名言讲：恶诗该得官，好诗破空山的感觉。这首呢，就是照列李错的字，甲着自然界诗语物来形成比喻，尤其是最后两句，更加是峰回路转。将这情节这两字呢提升到大格局的启迪，强调红西必须了。虽然有以死相存之理，然过呢更加重要在看讲，对有亡国太弱，会有子女太弱，你哪用下生离去呢？情节的含义，既然成为理性的曲折，波澜誓不起。妾心情重水，就是男女之间的情，永远无会再来发生。将政府的论述已经提升到水中如泰山，起你鸿毛最高的境界。这何尝不是借此来倾吐家己一生强度辽困，从不改善读册人识生命道崇高的气节呢？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还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